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强烈风台凯美已经减弱做中度的风台，翻点的时，风台的中心伫宜兰县南澳附近登陆，伫透早4点20分对桃园心湖出海。气象署预告，今仔暗时到半暝，咱台湾本岛就有机会脱离暴风圈咯。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分系佮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雨会落甲真大，山区佮有地势较低所在，就要特别小心。另外，台湾的高铁宣布讲，下晡2点就开始恢复发车，代替西部干线彰化甲潮州区间的快车，下晡3点开始通车。南回线因为风雨佮真大，继续停驶。东部干线从地甲河林，因为水崩山中断。阵风不断，火车好亲像行驶时阵去掘着弄着分隔岛，顶悬枪顶煞倒落来，扫着对向车道的小客车，大货车驾驶头去侧伤，也有卡落着送医，好佳在无生命危险。事故造成双方车辆轻重不等车损，警方已受理成案，双方价值均正常，酒测值均为0，肇事责任尚待分析。大众运输的部分，台北捷运早起6点正常发车，7分钟一班车。高架路段会看风力的状况做调整。台湾高铁早起停开，下晡2点开始，为南港甲左营这两边每点钟发3班全自由座的列车。代替是因为风雨了后，路线爱巡检，下晡3点前维持停开。凯美风台过去3点钟强度有小可减弱，重心是伫新竹西方，本岛还未完全脱离风台暴风范围。这个台风它南侧伴随了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因此虽然脱离了暴风圈，但是中部跟南部的风雨还是相当的强劲的。要提醒大家，在今天都要留意强风豪雨的现象。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的直播，苗栗县以南到屏东县，也有台东县，拢有超级大水雨发生的机会。这2天以来，屏东县的马家乡、马家村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200毫米。宜兰县大东乡太平村雨量嘛有超过1160毫米，高雄茂林、屏东的山地门、太武乡、春日乡累积降雨量拢超过1000。嘉义县德雅乡累积降雨完了超过900多毫米。我们这次的中雨下就移开了，所以跟马克还是不能对比啊。但是这种降雨的形态啊，这种副带还是影响台湾。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台风防灾上面特别要注意的。专家分析，过去重大风台灾情比较较少伫风台中心，真侪时阵拢是伫风台外围。拜时归工，中南部山区也是爱严防大水雨地势灾情。记者综合报道。风台伫今仔透早4点20分对桃园的心湖出海。桃园虽然雨较细咯，也毋过还未脱离暴风圈。第7线的山区，还有一寡小规模的崩山甲水崩山目前嘛过的封路。凯美风台为全台湾带来丰富的雨量，伫石门水库集水区累积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水库的欠水率为50.5%起悬到80.4%，水位先悬到240公尺。水位都不到1/3啊，后来到37点几、48点几，这一次台风赚吃饱了，现在水都吃饱了。水库的蓄水量呢，已经达到1.6亿立方公尺，那水位也已经到达240公尺，那蓄水率呢也提升了30%，达到80%。针对风台带来真侪水量，北区水资源分署为了进行调节性放水，确保水库预防大水的安全，嘛伫早起启动阿武坪防积沙水道冲洗，顺利将10万吨的水库积沙冲出去。虽然凯美风台已经第25早起4点20分为新屋区附近出海，市长张善政也是提醒，虽然雨有较细，不过还未脱离风台暴风范围，要继续警戒。伊嘛阁说明放风台假的标准，只要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我们市民朋友如果上班上学，外出有风险的话，我们就会放假，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风台大水雨，福兴山区大汉溪水源头的溪水涨悬，第7线山区路段沿路也是有石头一直放落来，还有透明膏的现象，所以还搁伫咧预警封路。目前港务段当全力伫清除，但确认风台暴风半径脱离了后，港务段会顺势第7线的路线安全无问题了后，再搁发布解除封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的内湖甲树林遭到传出失电，主要是因为风台扫倒树啊甲电火条，造成电线断去。经过台电的抢修，即马已经恢复正常了。台电工程人员无顾大风雨，无闲甲变电箱重新装起的电火条啊，佮铺新的电缆线。因为凯美风台影响，强风甲真侪丛路树甲电火条啊吹倒去，造成台北市阳明山向德大路3段的新安里差不多270外户停电。昨天24号的上午10点半至11点，那时候发生，刚好旁边有3棵路树倒塌，然后把我们台电的设备全部压坏。因为风台来，为少居民拢买好新鲜的食材备用，炖一寡会当食的，无想到煞因为停电，那电锅无法度煮饭，冰箱嘛因为安尼断电无法度冷冻冷藏食物。居民是烦恼停电2天，若是还阁无电，规冰厨的食材可能会变质。像冰箱啦、基本的冰箱，或者是我要煮饭的话，抽油烟机都不能使用。那主要是食物上的储存有问题，这样。没有电当然很不舒服，好不好？冰箱食物会坏，不过没关系啊，这个就是能够今天修好那就好。除了树林区停电，内湖区嘛传出停电的灾情。24暗时啊，差不多有500外户停电。好在在经过抢修了后，25早起已经有电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风台强度继续的减弱，也毋过移动的速度是真慢。目前中心是伫马祖的南方，预告半暝会登陆中国的福建，对金门、马祖影响是真大。另外，台湾本岛目前各地暴风圈，各地风雨嘛是搁真大，尤其是屏东、高雄、甲台南各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会落大雨。咱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大家午安。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3号台风凯米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这个台风的中心已经来到马祖南方12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的位置是在马祖南方的近海，未来会持续的往中国福建的沿海移动。我们预计它大概在今天的入夜之后，就会逐渐的登陆福建。而这一段时间也开始是这个台风影响金门跟马祖最大的时候，要提醒当地的民众要留意强风以及豪雨，有比较明显的强对流是进入到高雄跟屏东地区，为当地带来非常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而过去这几个小时，整个深对流发展的区域呢，有稍微往北移动到台南这个地方，因此也对台南以及高雄的山区，在过去几个小时也是有出现时雨量超过80毫米的时雨量。而这样子的降雨呢，到入夜整体来说会逐渐的趋缓，但是由于西南风还是相当的强，所以迎风面在南部的山区、中部的山区雨势上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新竹以南在今天还是要留意比较剧烈的降雨。沿海我们还是持续观测到10到11级的阵风哦，所以在风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台东跟澎湖也会连带的受到影响，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现。另外，金门、马祖接下来开始进入这个台风影响最大的时候，而其他地方也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风跟间歇性的大雨。因此，台风虽然已经逐渐的在远离台湾的地区，但是它的暴风圈还是在影响我们，所以在这一段时间还是要多留意台风的消息。凯美风台即届是连续放2天的风台假，对于免上班的劳工甲一寡共款继续劳工、继续上班的劳工有啥物无共款的权益，就要特别注意。咱今仔解剖新闻，就请吴欣来讲，互劳工朋友来了解。是主播，本来做风台大家拢会关心讲，敢会放风台假？风台假用意是啥物？相关劳权咱嘛爱注意。做伙来看，其实对风台假，咱爱有一个观念，就是风台假唔是假，伊是一种安全措施，避免咱做工课因为天然灾害有危险，为了安全才来停止上班。那即马放风台假，咱有的心就会问讲，风台假无薪水敢有合理？也风台假若爱上班，敢有加班费？根据劳动部的规定，风台假虽然讲咱劳工无做工课，嘛是建议企业卖甲劳工扣薪水。也伫咧风台假中间有上班，是建议企业
甲落工加发薪水。不过公司若无安尼做，嘛无违法。但是，若伫咧假日时啊放风台假，搁有上班，就要算加班费。当然，法律规定是上底下劳动部也是各类企业就要照顾劳工，加挂福利，加挂优待。要放风台假，若是因为工课需要，头家是会当要求员工来上班，不过就要提供亲像交通工具啦、亲像交通津贴，才会必要协助。也让员工若是伫咧上下班的中间，因为风台发生意外，头家就要互员工补偿费，就要互员工工伤病假。另外，头家袂使伫风台假中间哦，临时要求员工踮厝上班，若是要员工踮厝上班，就要经过员工的同意。不过，再注意哦，虽然讲员工本地就是伫咧厝上班，因为头前咱有讲，风台假用意是啥物？风台假用意就是讲保障劳工出勤的安全。员工本地就伫咧厝上班啊，唔免去到外口，所以就较无安全的挂哩，就无风台假正常上班，甲平常时做工课共款。所以讲呢，头家就无另外或者加班费啊，若是讲若无另外或者保险啊，嘛是 OK 的，无违法。不过伫咧风台假，咱员工不管是爱去公司上班，也是本地就来踮厝上班，若有安全的挂哩，像讲风雨上大，咱遮着饮水啊，真正有危险。员工是会当用退避权上班，迄天来放风台假。也头前有讲哦，放风台假是建议企业莫甲劳工扣薪水，毋过企业若是因为劳工放风台假，迄天无做工课，无互迄天薪水是 OK 的，无违法。但是头家袂当用即个退避权，因为劳工用退避权，要求劳工用暑假，也是讲伫休假来请假，嘛袂当靠专勤的奖金来甲即个劳工考即个分数跑加分，这行为拢是不利对待，拢是违法的。也即马风台假相关劳权，咱就要知影。即马风台天哦，若是出门在外，就要注意安全。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有主播。继续来看华人哦，当大门夜市啊，嘛互风台扫假路惨惨，真侪店家加速路冰箱拢扫歹去，损失几啊万块。店家讲哦，即卖歇热人客有遐济挂咯，又过去拄着风台，实在是真惨哦。华人的市区四界拢有空放落来，树啊倒去，和平车头阁有和平村哦，嘛有淹水的灾情。最好1-2万块哦。业者手比的这台炉一台按2万，即马规拢火化去，冰箱门也被吹甲规拢落来，顶盘碗也甲规涂骹，这是东大门夜市受损上严重的打，是卖萝卜饭、猪血汤。我都现在没办法整理啦，乱七八糟的。花莲地经过控诉控山地动了，观光业正凄惨，总算等到休热人较侪，搁拄着风台，业者讲唔知要安怎过。1个礼拜以上，不能做。1个礼拜以上，而且那个地震哦，也都没生意啊，对不对？啊，暑假人家也不敢来啊，一直在地震，啊，现在又台风啊，以前好几千，现在都做几百块而已啊。秀林乡的和平车站雨落归暗，超过排水的负担，规条路拢淹水。和平村早起风雨也是真大，行路拢徛袂在，真侪所在水淹甲真严重。淹到我们看那边有好几台车都淹到水了。凯米风台带来强风大雨，扫过花莲，有看板雨风吹甲摔个涂骹。已经停业一段时间的南路湾饭店，注定的铁皮挂强要落来，互人看到就惊。停伫咧饭店下骹的车赶紧闪走。还在下雨，还在那个的话，怕会掉下来，怕到时候又砸到了，很危险。树啊，雨风性甲挡袂牢，连滚规丛拢挽起来，倒伫咧路中，造成花19线无法度过。新车乡公所赶紧派清洁队来整理。中美路中油加油站一丛正大丛的青亚洲也被风吹甲倒来，要刷走要6点钟。目前我们清洁队的所有人员都目前正在抢修，那可能预计的时间大概要6个小时以上。花莲真侪所在团致灾情，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早起开凯米风台灾后复原会议，各军的人力甲器材也拢已经全好势，提供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三峡大坝溪溪水嘛重起，继江受5个里哦，来做水泵山黄色警戒的区域。虽然佫毋是强制thiết立的红色警戒哦，也毋过区公所是表示讲，为了保障山区民众的安全，所以先安排民众先去安全的所在来避风台。即个风台伫新北市的山区嘛落袂少雨，透过镜头会当看到这大坝溪这水位是规个提升起来。
其实伫三峡呢有5个里20条这溪流洪地，这是土石流、创设溪流的黄色境界，所以山区部分的里面已经是前一暗先锋撤离落山。总是吸引游客来耍水的大坝溪溪底，因为风台来遐大雨冲刷，水流变甲非常窜流，溪水涨起来变成是黄落落。有居民讲，真久无看到水量这么大，趁着风雨暂停的时间来看卖影，好佳在并无伤大灾情发生。下雨了以后有没有？它本来水都很干，水量较大，现在咱落雨了，即马水较大起来。还好啊，没什么损失啊。你敢有造成什么损失有诶无？无啦，无。啊，鸡仔拢好安尼。会啦会啦。佮往上来到柚木里，一早路上是空闲闲，唯一出现的一台车是搬出里面当来饲鸡，包括柚木里在内。三峡总共有99个人为山区撤离，无法度移亲的里面，就安置离山卡的汽车旅馆有31个人。公所表示，只要雨量达到标准，就启动撤离的 SOP。是因为现在气候的一个异常其实不是我们人力比较可以预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前就是要以在先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公所指出，即届雨量逼近红色警戒，加上已经执行过挂界撤离工作，山区里面拢会当理解安全第一，配合多元。记者林永平要做新报报道。再来看家人哦，今仔日早起上强的阵风是到10级以上，因为风佮正透，就爱等啊风台过了，才通来摒扫路林的粪扫。中岛市区风雨有较细哦，所以家仔路的人嘛变济咯。伫家人市区的庙口夜市虽然受凯美风台影响，也是有风雨，不过部分民众已经伫中昼时啊出门准备买物件吃。卡手溜粒甲菜叶入去便当盒仔内底，赶紧甲便当包互人客。虽然早时家人受凯美风台影响，上大阵风通到10级以上，不过我中昼袂少民众趁雨势变势，出门包便当买物件登去吃。好像有转弱一点的，但是买的有啊，没这个喝猪喝买人有，真的麻烦啦。另一边，的仁爱市场2楼暗疏疏，早啊大部分都无开，1楼的青菜蛋加肉店较有民众在洗。业者真希望风台离开，通有较侪民众来交关。因为我们菜没有买太多，以为今天会上班啊。哦。对对对，没有上班就赶快出来再买，因为今天还是得吃啊。刚我唔知影做鱼较好。做较好。今日较无啦。我是讲兄弟别啊，大家绕着，3站拢绕着，啊，大家趣味啊。凯美风台第2天的影响，伫咧家人市遮较大的路树也是雨拿倒去，拢已经互市政府整理好势。啊，若亲像仁爱市场遮的粪扫，互甲吹甲满时，就可能爱等明仔载雨水较短好，才有法度解决。凯美风台虽然透早已经为桃园出海，但是家人市区的大风，也是甲侪粪扫、招牌吹到车路顶。大型物件，市政府找人清运，小型物件就要较等咧。另外，因为风台，根据台电统计，到中昼，全台也有95000外户当咧停电，上济是高雄市26000外户，家人市也有586户台电当咧抢修。记者郭文林、玉凯，家人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的统计哦，这届有通报739件的灾情，其中有400多件是路树倒去。内湖文德路公园伫昨下晡4点哦，有一丛50吨的树啊倒去，嘛造成电线断去，附近拢熄灯。凯美风台影响规台湾，这2天的风雨是真透嘛真危险。园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照市府通报的地点，一个啊检查路树倒去的状况。业者黄先是讲，通报的地点是真多，互因无用袂煞。倒下来并没有什么大树炸到什么危害，没有，一切都算很好。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处理的都是小树枝，不是特别大的超大树倒下来。这点我真欢喜。因若路树倒去较严重的事件，内湖文局文德派出所表示，昨下晡4点才得通报，伫文德路附近的公园有一丛50年的树啊，凶倒去，甲电线扭断。警方甲台电人员修理10点钟的时间，才总算是开放附近居民正常用电。水用里里长表示，未来会搁找时间，甲公园其他较大丛的树啊修整好势，避免危险的发生。风雨太大了，然后那个树干它太大了，树叶太大了，然后就连根拔起都倒掉了。就是昨下晡差不多4点，我4点的时候开始要开平，过了8号拢无电嘛。另外遐有几丛树啊吼，
足悬的啦。我讲这个人不处理哦，连讲伊那洪台过来哦，到时又历史重演。根据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到这点为止，台北市灾害通报总共有739件，其中路树倒去453件上侪。文德派出所提醒民众，风台天上好莫出门，避免危险的发生。记者陈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哦，宜山乡的七贤村、东山乡部分所在嘛拢淹水。宜山乡的七贤村哦，水淹到厝里，家具拢浸水。民众昨午是规暝拢未困着，透早就开始拼厝内。伊嘛质疑讲，河川署无伫第一时间关水门，才会淹水。也毋过河川署是强调讲，即马水门拢自动化咯，有境界得自动关起来。民众厝内家具拢浸伫水底，损失严重。即个凯比风台来，依然是透风落雨。宜山七贤村甲东山乡部分所在，拢传出淹水的灾情。上严重的有淹到1公尺悬，有民众烦恼到规暝拢未困哩，干来当秘伫厝顶。透早趁风雨较细，水较消退，就赶紧拼厝内。变高，但是没有用啊，因为来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连晚餐都来不及吃啊。尤其宜山七贤村已经毋是头一届淹水，便来落大水雨，当地就会规个浸伫水底。民众讲，24下晡5点就开始淹水。无到1点钟的时间，就淹到50公分悬，未少徛家熊熊去有大水包围，那像是因为溪州水闸门无及时关起来造成的。现在完全是用自动化的自动水门，自动水门的原理就是利用那个内外水平衡的，只要外面的水位高，它就自动关闭了，不会说有任何倒灌的现象发生。河川署表示，即马溪州水闸门拢是自动的水门。只要南洋溪外口是的水，比溪州排水顶顶内底是的水较悬，就会自动关起来，并无伤早甲伤慢的问题。这个水闸门伫24点5点10分就关起来，因为内底是水伤济，抽水机放袂离，才会致使淹水。地方希望会当赶紧起抽水站。近期那个宜兰县政府有在规划做那个大型抽水站，我们期许县政府能让这抽水站的工程赶快进行。不过，溪州排水的问题，管理单位是农水署宜兰管理处。当地抽水站兴建规划报告，考虑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已经由县政府替农水署代办完成。县政府水利资源处表示，后续会交予农水署争取经费来起，还有做后续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南部的灾情哦，来看中华落水溪，因为淹过中华大城乡的爆发，乡公所是紧急来撤离1400多人。另外，伫中华溪州有2个水利署的保全是掉伫溪中哦，消防人员使怪手去救人。中华分林2个县市目前是阁有上万户失电，台电阁会重修。10多年毋捌看遮大的水啊！这是落水溪啊，用要放花啦。凯米风台过境带来强风豪雨，落水溪口暴涨。25号已经淹过彰化县大城乡爆发，大水是直接灌入去面体，危害到民众性命财产安全。乡公所早起10点请国军协助，将挖出海口的大西村、顶庄村总共1400名居民全部撤离安置。彰化县长黄惠美前拢勘灾，强调已经调来太空包阻挡水势。现在也紧急的在调这个太空包来在这边做相关的一个防护。那我会请他们把那个挡水板，虽然高度不高，但是还可以挡一点时间哦，一并拖到这边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紧急的一个防护。消防人员坐开拖机往最深的所在来行。彰化县溪州乡透早4点外是传出有2名第4河川分士伫咧水波输准点负责看机械甲灾情的保全受困伫咧水内底，加在及时调用重机械将2个人救出来。现场有发现民众受困状况，我们立即动用重型的一个挖土机前往救援。过程圆满顺利将2位受困民众救回。强风造成真侪树仔倒去或者是断去，对着台电的输电线路，彰化县林、福兴、鹿港、溪州、梨林、大城等乡镇拢传出停电。那主要的灾区在我们的二林还有西周。那本处呢，总共动员了208员，还有陈南商2班支援树木修剪。那车辆有88台。各往南平来看，云林县大西沿海电火条伫咧强风之下倒几排，灭了后安村停电，路的交通号志全部失去作用。台电目前全力抢救当中。记者张华坤林报道。
南投鸟落溪的溪水嘛涨起来，因过爆旱，嘛造成边的停车场淹水，根本是袂赴使离开。伫入米桥的边有一间教训班嘛淹水，几啊10台的教练车拢浸伫水里。另外，水里乡的水里路108项的附近，阁有山区信义乡的明德村嘛有发生水崩山。一眼看过，20-30只车辆全部拢泡伫水内底，车主无着大雨，今年来刷车，不过引擎已经入水，无法度来叮当。经过一暝风雨，南投市鸟落溪大水淹过堤防，造成丰顺道路边的停车场大淹水。当地居民表示，南投市最近实施路边停车收费，未少人将车辆放伫遮来免收费，无想到这次全部拢成了泡水车。好像整个已经淹过车顶了，因为我刚刚提车打开，里面已经整个都是到顶都是脏污泥那些了。卖爆站就袂淹啦，打落去啦爆站吼一定淹的啦，半暝啊都困唔知啦，半暝都淹的啦。另外，要用市区入米桥边的这处教训班的停车场，嘛是大水一片，这水深度超过脚头有，至少超过50只车辆全部泡水，车主想要来刷车，嘛拢已经袂赴。唔捌，足久的啊，已经4-5年啊。4-5年来啊，啊，即摆就过来啊。日日水里乡嘛传出灾情，水里路108项出现土石流，大批土石掺着泥水沿着巷仔滚滚而下，道路成了溪流，嘛冲入去民厝。我刚才7点多起床的时候才发现当然会啊，如果越大当然会怕。另外，信义乡同款嘛出现土石流，路面被土石佮大水淹满，目前包括东宝村、明德村拢传出土石流的灾情，但21线目前无法度来通行，居民对外交通是中断。昨天晚上啊，差不多2点多到现在啊，当然很害怕啊。目前山区雨势游玩各地路，居民烦恼若是雨势还无要停，灾情可能继续扩大。记者南投综合报道。雨落袂离哦，云林古溪草岭12点钟就累积420毫米的雨量，山脚的大湖口溪溪水嘛涨起来。岛南林处理是有民众掉伫厝里，消防人员甲因救出来。另外，大比第1线甲第78线的界界积水半个人悬哦。今仔透早6点外有3台车吊车，加说人拢平安。没那么好啊！消防员用手龙艇去救掉伫岛南镇林子里的民众。云林县队24暗时开始上大雨，其中草岭12点钟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即使伫水尾的大湖口溪向长管水坝淹到居民的胸坎，赶紧甲伊撤离。这从什么时候开始淹水的？差不多3、4点那边。凌晨3、4点哦。因电是伫遮，若袂处理，这边是伫遐搬倒去来。哦。啊，无咱遮落雨落少啊。当地民众讲，附近的大湖口溪因为涨悬起来水排袂赴，直接灌入边仔徛街，那水淹到半个车辆悬，甚至厝拢浸伫水内底。来到大比第1线甲第78线相隔的所在，25早起6点外嘛有3台车掉伫遮。困在车上。就在车上。哦，啊，你怕不知道踩下来多深吗？对啊。哦。云林县消防局讲，岛南镇几日为淹水，紧急疏开20外人，附近还有岛南石区迄带的铁路淹水。消防局讲，县内包括大比、岛南、岛六、虎尾等所在部分路段有积水情形，民众定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哦，嘛落几暝大雨，有真侪所在拢淹水，国道10号附近哦，水是淹到腰，有7台车吊车，消防人员赶紧出动树泥船，把人救出来。目前记者就是伫台中2路国道10号下面，咱看到这淹水管道是已经到记者一个大腿，嘛因为这排水系统无盖好，后壁嘛有民众等咧清理。25透早伫台中2路遮已经完全发袂着路，现场几若台车掉伫水内面，水深是已经到车体一半，根本就驶袂行。消防人员出动救生艇，赶紧把车内面受困的民众救出来。当地表示讲，遮因为地势较低，便若风台天拢会淹水。这个淹水的管道是已经到腰部，受困的民众讲，唔捌拄过这么严重的水灾。再淹起来就没命了，已经淹到这里了。淹到皮骨啊！这遐水沟啊，差2几个一直为遮淹啊，有无？我进来甲清湖区，你看遮，
要水就落啊。高雄落几暝大雨，消防人员无用出动救援，甘拿台中2路车就派8人员出动，落尾是救出7台车12个人，嘛因为淹水，国道10号拢塞车。另外一侧总共有4台车子，有10个人受困，我们赶快利用橡皮艇，用橡皮艇赶快进去将人救出。大雨水嘛引起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左营翠花路这栋大楼地下室是淹到看袂到底，现场又往有几台车袂赴刷走，住户是真无奈，讲过去遮唔捌淹水。以前不会淹水，就是第一次是有少部分的车，但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没有下去了。毋那市区大树、米拢田寮拢有淹水的灾情，风雨若无停，各地警消人员无用4架咧救灾救人。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再来看台南的闸门水库、甲南化水库，因为风台的雨水哦，即马是拢正把甜咯，佮继续在放水。另外，台南林德有真侪路段嘛拢淹水哦，淹到25公分悬。后壁乡有人家厝伫透早5点半，水是灌到厝内哦，一家伙仔4个人互掉伫厝内，消防队去抢救，加在人嘛拢平安。大量雨水南土门，冲入人徛街，放眼看去，附近嘛已经变作是汪洋大海。凯美风台落伫中南部的雨量惊人，台南后壁倒一户，因为水位沁悬，出来淹水，一口罩4个人走袂出来，眼看这水就要愈淹愈悬，赶紧报消防队来救。消防队出动树林船，平安把4个人拢救出来。凯美风台带来风甲雨拢真强，毋但造成台南市区有因价倒去。伫咧林德的中正路一段甲德登路段嘛有淹水，大约淹25公分悬。有民众赶要上班，为着安全，只好机车用牵的甲直接撩过。哦，用牵的较安全嘛。啊，你们这边是不是这个加油站是不是常淹，还是今年第一次淹呢？没有常淹啊。常淹哦。对啊。大雨溪水串流，台南真侪路段考虑到安全嘛，赶紧封路。台南主要水库、闸门水库24个累积雨量，达到248.6毫米，创下754日以来纪录。目前当内以每1秒2000立方米的水量放水。今日南化水库24点钟内雨量嘛有超过650毫米，水库已经满甜，自然放水。淡水局嘛提醒住伫溪尾的民众离开岸边，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北江溪的溪水哦，嘛是淹过爆花。水上乡的乡长伫面册表示讲，抽水机抽水的速度无够紧哦，已经有真侪所在嘛拢淹水咯，佮造成37人掉伫路里。消防局嘛已经甲人拢救出来，嘛提醒民众哦，即马往来水上乡佮嘉义市的永琴1号桥已经封起来，大家特别注意。水淹到骹道，消防局出动抽电船，消防人员撩水，甲5位民众救出来。嘉义县的鹿草乡后窟村，因为南京大排溪水涨起来，规拢满出来，造成附近拢淹水。里面的水很深了，是不是？对啊，到红线有到小腿处了。到家湖啊？到家湖啊？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所以在里面很危险，就是赶快撤出来啊。对。哦。呼吸一直翻也越来越高。刚才带了5个出来，已经包含说里面还有人受困，要准备进去。另外，这边对画面会当看到嘉义水上乡的义兴村路的水深已经淹到半个恁仔遮尔悬，消防人员准备要甲10位左右的民众救出来。因啊，东河桥边的赤兰溪溪水规个涨起来，水已经淹到要到1层楼悬，有民众秘伫咧2楼无愿意撤走。受困在2楼的，其实无立即危险。他们没有要撤伤，平房的都已经撤离了。里面水淹多高了？水淹多高哦？我将近1层楼哦。还不出来哦？他们爬到2楼。经过一暝大风大雨，嘉义毋但是地势较低所在淹水，连北江溪溪水量也真惊人。水上乡的乡长发文讲，沿线的溪水越过爆花，一直向爆花内面倒灌，抽水机抽水的速度比袂过溪水倒灌的速度。并且警告讲，北江溪溪水规拢满过爆花，沿线真侪所在淹水，连接水上加嘉义市永琴1号桥规拢封起来，民众唔通阁过去。水上乡的柳新村美上里社区，临挖到北江溪，淹过地防地的水位已经规拢满出来，抽水机一直抽，淹过溪水涨甲真紧，一个伫爆花满出来。
香港做也赶紧调2台抽水机来抽。烦恼当然是烦恼啊，啊，无几年拢无困，拢嘛无困，泡水啊，开水倒会出来，啊倒会出来，即摆来换我从来开始用抽水机啊，我先来抽出去，共款嘛是抽入尽量减少阮内底无盐水安尼啦。根据嘉义县消防局的统计，一直到早起8点受理凯米风台期间，积水无法度出来案件总共有21件。积水的区域大部分拢分布伫咧水上乡的二兴村。在82线东西向的29公里附近地区，相关案件总共有派39台车、78人次，救出37个人脱困，其中有1个人受伤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透早开始雨就甲真大，那边水利村的渔港安检所拢浸伫水里哦。放料的大庄村的海后路附近厝嘛拢淹水，阁有一只印尼的货船伊利安娜伫屏东的海边啊靠搭，甲载有船顶20个人拢平安，船嘛无漏油。早起困醒，出头门的路煞变做溪。当地居民赶紧将1楼的家具搬走，违规搬走的就去浸水或者是放水楼。凯米风台带来正惊人的雨量，屏东枋寮乡大庄村海后路附近，因为排水未符的消透，28号连假只好目睭金金看到水淹入去厝内。啊，逐年都地当讲啊，这就大淹水啦。逐年就淹嘛。唔知嘛，啊，了落雨就淹水啦。水淹到骹盘，就连奥多拜拢用牵的，惊讲车会歹去。屏东县自透早开始落大雨，那偏乡的水利村渔港安检所浸伫咧水内面，害巡视人员伫咧内面无法度出来。当地村长讲，淹水的情形，互人想到2009年北北洪灾迄当阵的情形。是2点上班的业者，规暝拢袂困的。到日时，冒着风雨赶紧去巡，初步估计损失要甲上百万。海边啊，风影正大，这家船顶的电火特别明显。有一台印尼籍的货轮伊利安娜，吊伫咧屏东嘉乐塘岸边的海沙坡。好佳在船顶20个人拢正平安，船也无漏油。海巡署是时速伫咧监控。因船舵故障无法航行，位于嘉路塘安检所西北方0.4里处下锚后随即搁浅。本部随即成立应变中心。伊那伫屏东的高树乡、九如乡、李港乡，拢因为淹水发生民众无法度出来情形。像人员伫咧大雨中用手轮船或者是简单的塑胶桶先救人，好佳在人拢正平安。记者综合报道。这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昨伫白宫发表演说，伊学了副总统贺锦丽是真优秀的领导人哦。拜登是无说明讲伊退选的原因，也毋过伊强调讲，伫任期内会继续来处理加沙停战，佮有趁机暴力等议题。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3个月，民主党现任总统拜登确定要交予伊的副手贺锦丽来选，并且伫咧24暗踮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确诊以来第一场全国演讲。拜登一开始先讲，有这个荣幸会当做总统，伊尊敬这个办公室，因过伊更加爱家己的国家，而这么捍卫危险的民主比任何职务更加重要。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ite our nation. 拜登说落来用正平静的语气讲到美国的未来，讲到伊个人执政时期所达成的目标，讲伊为国家服务了50多年，也讲说落来6个月会继续履行总统的职务，专心处理气候变迁甲趁机暴力等问题，并且继续为停战努力。And I'm going to keep working to end the war in Gaza, bring home all the hostages, and bring peace and security to the Middle East and end this war. 拜登也学了伊副手贺锦丽是有能力的领导人，伊强调伊家己已经做选择，说落来就是美国人家己来做决定，捍卫美国的民主。I'd like to thank our great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She's experienced, she's tough, she's capable. She'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to me and a leader for our country.
外国媒体评论是指出，这场差不多10分钟的演讲，拜登并无亲自说明是什么原因，可以决定在选前3个月退出选举。也拿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是伫社群媒体发文，批评干搅的拜登伫土形营办公室的演讲，让人无法度理解，实在是真害。公司新闻牛眼编辑。纽西兰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伫昨交予国会一份报告，因对在1950年到2019年的国家甲宗教照护机构，发现讲有超过20万的儿童甲弱势目受到虐待。纽西兰的总理嘛公开回释咧，讲这是纽西兰史上上黑暗的一日。He was a popular and well-known teacher, but he was also a paedophile.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other little girls that he also abused and cared. 除了囡仔时阵被虐待，幸存者遭受的伤痛，到即马依然是真痛苦。纽西兰皇家调查委员会临时提交一份报告，对在1950年到2019年之间，伫咧政府甲宗教机构生活过65万5000位儿少甲弱势成年人内面，差不多20万人不受过虐待。虐待的形式包括侵害身心，譬如讲强暴、电击、强迫劳动，还有强制医疗行为、文化忽视或者是否定等状况。Personally, today it's acknowledgement. You know, for decades they told us we made it up. They wouldn't have a bar of us. So this today is historic, and that's acknowledgement. It acknowledges all these people here, all the courageous survivors that have been courageous and strong enough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come on board. 皇家调查委员会访问2300多位幸存者，列出一寡滥用照护机构职权的行为。虐待情形到1970年代达到上高峰，尤其是毛利人等纽西兰原住民所遭受的身体虐待，比其他种族更加严重。真侪受害者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焦虑、忧郁、药物食调的，或者是暴力的倾向。其中也有人讲到家己几多遍想要自杀。纽西兰总理临时对此公开道歉，并且讲会伫咧11月12再一遍正式道歉。We like to think that abuse like this doesn't happen her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but it did, and it is a shameful chapter of our history that we must confront. And Mr. Speaker, this is a dark and sorrowful day in New Zealand's history. 根据苹果报告，受虐待幸存者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平均一个人的成本就系85.7万纽西兰币，差不多代表1663万。不过报告内面并无明确说明幸存者会当得到偌济赔偿金额。纽西兰总理卢克森讲，赔偿的总金额可能会到几多10亿美金。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虽然风台已经减弱，也毋过雨势阁真大，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